喂，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呢個7749啊！又同大家咧研究下六合彩攪珠啊！嗱，嚟到呢個第29期啊，六合彩攪珠咧就呢個3月11號啊，星期六啊，晚上9點半鐘嘅，而截止售嘅時間咧就當係晚上9點3。哇！幾期嘅啫啊！幾期個累積多寶已經去到3300萬啊！咁呢一期嘅頭獎基金咧為3900萬嘅，祝大家好運！咁啊，嚟緊呢期係11號星期六啦，下次啊3月14號啊，白色情人節啊，星期二啊，咁都冇乜咁特別嘅啫，最緊要睇個累積多寶可唔可以碌到上去啦，啱唔啱先？嗱，喺開始今日個題目之前咧，咁啊即係我知道咧，我 YouTube 頻道咧好多都應該係睇過呢個7749嘅 fans 嚟嘅，成100個以上啦，都唔知幾多個，總之一定係3位數字嘅啦。咁因為咧，我成日都話我會做啲唔同，我都話如果大家睇咗舊嗰個台或者而家呢個台舊嗰啲節目咧，都知道咧我係咩類型嘅節目都，我到咩類型嘅節目都做過嘅，時事節目又做過，娛樂節目做過，音樂節目都做過，係咪先？咁但係咧即係呢排就因為啱啱開咗新節目啊嘛，係啊，咁個節目名叫咩咧？好簡單嘅啫個名咧叫17才子。嗱，唔好問點解叫17才子，大家自己睇就明㗎啦即係至於個節目係咩咧，大家自己睇啦咁冇理由自己個頻道、自己台、自己節目都唔賣下廣告㗎，係咪先即係除咗7749之外咧，我哋呢個新嘅節目叫17才子，就會一集下我哋，會一集下我哋啊嘛，係咪先？每日考我哋 IQ 啊，係咪先？考我哋 IQ 啦，係咪先？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啦？嗱，咁啊上一期同大家講過嘅，話2900萬啊，點本3000萬啊，係咪先？咁但係你諗下啦，哇！呢一期都已經3300萬就話俾大家聽點解啊？點解咧？嗱，因為嚟緊3900萬，如果3900萬可能中，下個星期係咪已經去到去到呢個多過4000幾喎，4000幾5000幾，咁啊又係好似上次咁啊，累積到7期，跟住7期之後咧又有人中，都中晒。個期都好快啫喎，你諗下嗱，我哋話246啊嘛，係咪先？咁你諗下，通常都係過6000萬以上先，過6000萬甚至7000萬以上先會少少攪珠噶嘛，啱唔啱先？咁嗱，睇翻上一期啦，咁又開大個碼啦，總之冇改數啊，講完又開到紅波啦，又開到好多紅波啦，有幾個紅波，6波咗幾個啊？即係19、35、40跟住咪紅波咯25、41、26咁啲咪藍波咯，咁17、44嗰啲就綠波。總之嗱個重點係乜嘢咧？我投資額咧5000幾萬，只不過你上期多幾百萬，500萬咯。跟住你睇下幾百萬到啦，係咪先？你睇翻頭2張冇人中，所以點解有3400萬？即係估2900萬啊，但係佢2張冇人中啊嘛，呢個先係重點啊，所以咧唔知碌到幾時啊即係咁樣碌下碌，我又好奇怪，即係咧究竟咩叫做我哋有樣嘢我唔好明，點解佢點解估一定係估3900萬？4000萬唔得嘅，即係點解咧？即係例如話9900萬同1億係爭100萬，但係你如果講9000幾萬同1億係1億兩個字容易入口啲啦嘛，即係譬如3900萬同4000萬，咁你3900萬即係一定係少，一聽到3000呢兩個字都已經知少過4000萬㗎啦，係咪先？3900萬就一定少過4000萬，雖然話大家即係爭100萬嘅啫。即係我唔明你唔可以齊頭數嘅，同埋又係嗰句嘅，你睇下你近呢幾期都係㗎，呢累積多寶次次都多過估嗰個數嘅係咪先？即係之前我哋講話1900萬1900萬你有成2100萬多寶嘅係咪先？咁嗰期2張人仲記住2張，即係之前嗰幾期我哋都講過嘅明明你估1900萬，點知個頭獎派到2100萬比如而家估2900萬，而家係3300萬，咁呢個係因為2張人中啫。先多咗嗰幾百萬出嚟咧，咁應該就我都唔明，上一期2張難中，2張應該比頭張容易中㗎嘛即係咁講，可能揀到26，係咪好多單數所以揀到26咧？呢個幫你唔到啦咁呢個白色情人節之前嗰期咁啊睇下星期六啦好可以咧Saturday Fever 下啦。好呢個時候咧就嚟到第29期82單單時間啦有啲單斜一斜佢啊嘛。好今期提供咧就係7、13、17、34、47、49嗱，重一次就係7、13、17、34、47、49嗱，世界嚟咗有冇行？係咯，得閒咧，如果睇我哋呢個7749咧，今日可以欣賞埋我哋頭先講嗰個節目17才子下一期就係白色情人節喎咁白色情人節又會有個情人節金多寶白色情人節金多寶啦咁我哋下一期再見喎拜拜。